聖誕凍冰冰最適合浸住養生冬住，連住2晚5星溫泉酒店，嘆盡客家3大特色熱。呢個韶關溫泉3天團，快啲嚟睇睇啦！D1福田口岸或深圳灣口岸集合，乘旅遊巴士出發，抵達韶關5星標準經律倫國際酒店，入住舒適客房，暢玩養生冬泉區，60多個特色溫泉泡池任浸，森林溫泉區天然大氧吧超自愈。室內溫泉泳池、水療 SPA 池盡情放鬆。D2酒店自助早餐後，自由享受酒店設施或暢遊天成谷景區，打卡當地景點，還要超適合拍照。下午繼續無限任浸養生冬泉，補充節日能量。晚餐繼續享用溫泉風味宴。D3酒店自助早餐後，繼續享受酒店設施。午餐攤周皮大肉宴，招牌大肉肥而不膩，打卡千年古明豆子。祈福許願，許下新年願望。結束後乘車返程深圳關口解散，帶住溫泉暖意與聖誕回憶結束旅程。想報名就撥打我哋熱線電話，或加我哋 WhatsApp 56225622分之38199076留位報名啦。